大家好，歡迎收睇 Sisley Pokemon。今日我會介紹一種 Obby 遊戲。現在大家睇嗰個熒幕已經玩緊啦。呢隻 game 除咗好玩，仲會有唔少嘅樂趣，會同人比賽，會同人一齊玩。呢種遊戲呢，其實呢係適合男女都可以玩嘅。不過呢種遊戲就係要好靠你嘅能力啦，因為呢，如果你冇能力，就好似我啱啱咁死咗噶啦。好，而家請睇下玩我嘅冠軍啊！我嘅一陣間仲要睇個排名。好啦，就係呢，太開心啦，所以我先做呢個動作嘅。係咯，你睇下我幾個分數，第一名，真係太好啦！好，其實呢，我一開始已經玩咗第一個世界，而家我哋喺第二個世界開始，對唔住大家，我就係可以玩到9關咋。我下次再拍埋嗰幾關去啦。好，而家睇佢個表演，哇，真係好快啊！冇錯，第一關完成，開心嘅慶祝動作啦。好，然後就係咁樣，然後最尾就排個分數，跳過去跳唔到，要咁樣反間，最尾就贏咗啦！攀石，哇，真係好開心咯！不過呢，其實呢，你睇下我又死咗啦，應該係要左右。我玩嗰陣時就係唔識得左右咯，就係所以我而家轉一個幸運盤先，幫我增加。哇！呢個都好運啊，2次跳過，好嘢啊！真係太開心啦！好啦，然後呢，我唔知佢會輕機啦，所以算啦，再見大家。